阿水博包仔头家李云玉，因为本身嘛是领长，所以伫日前已经完成疫苗接种，了解到疫苗的重要性。看到现在所有人拢带着翠安生活，互伊真怀念大家过去正常过日子的时阵。为了鼓励大家拥有接种新冠疫苗，特别准备了500粒包仔要来销送。活动举办2天，已经送出800粒包仔。注了疫苗，才会请你食包仔嘛吼。哦，是吼，我怎么打知影哈？感谢你啦吼，谢谢。就欢喜哦。对，大家欢喜对吧？我觉得他很好，他很有善心。即使他不是只有这个打疫苗的部分，其实我们长期以来他都对国中小都很有帮助。就是说他考100分也可以来换包子哈。其实我觉得他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非常好。现在这个疫情没有打疫苗，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了。那现在鼓励大家有没有赶快出来打疫苗？那赶快疫情让它结束，恢复到那个以前的正常的生活。那有时候是突然很想念以前没有戴口罩的日子的，因为大家都说防疫做得非常好。那我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也因此有了生疏的感觉。那真的很想回到以前那种正常的生活，大家都很亲和这样子。那所以赶快鼓励大家出去打疫苗，所以推出疫苗，然后我们就请他吃包子。李云玉表示，目前疫情虽然有趋缓，但是疫苗接种率也未提悬进前，也是唔通大意。为了鼓励大家出来接种疫苗，所以家己出钱出力规划这项送包仔的方式。你打疫苗，请你吃包仔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